簡單有咩分別啊？嗰陣時，誒巴拿馬政府星期一發公佈，話當地最高法院早前裁定香港長江和記實業旗下巴拿馬港口公司持有嘅巴拿馬運河港口嘅特許經營權相關合約無期失效。巴拿馬貴事局以緊急社會利益為由，臨時接管運河手尾兩端嘅巴爾博亞港同埋克里斯托亞爾港，接管範圍都包括可轉移財產，包括起重機、電腦同汽車等等，確保港口運作正常，並且撤銷長和子公司對兩個港口嘅特許經營權。路透社報道，巴拿馬政府同日下晝宣布，已經批准兩份為期18個月嘅臨時特許經營合約。丹麥航運集團馬士基旗下子公司 APM 碼頭公司將負責營運巴爾博亞港，以瑞士為基地嘅 MSC 地中海航運旗下嘅 TRL 公司將負責營運克里斯托亞爾港。巴拿馬總統莫利諾發表電視講話，話臨時合約係尊重資產所有權嘅合法工具，強調呢個唔意味住徵用資產，而係為咗確保港口嘅正常運作。長和星期二發聲明，話巴拿馬政府代表強行進入巴拿馬港口公司所營運嘅兩個貨櫃碼頭，並且接管佢哋嘅行政同營運控制權，同時禁止巴拿馬港口公司代表進入呢兩個貨櫃碼頭。政府代表有指示公司員工將被調離巴拿馬港口公司，員工不得同公司溝通，而且必須遵從政府嘅指示，否則將會面臨刑事檢控。長和話，巴拿馬政府強行接管碼頭嘅行動唔合法，此前冇就有關行動知會巴拿馬港口公司，亦都冇同公司協商。巴拿馬政府須就其所強行沒收行動引致嘅一切損害同損失承擔責任。長和強調，巴拿馬港口公司同長和將繼續諮詢法律顧問嘅意見，研究所有可行途徑，包括對巴拿馬同佢嘅代理人同埋與其串通嘅第三方訴諸進一步嘅國內同國際法律程序，並且保留一切對相關方追究嘅權利。喺北京，外交部回應話，中方將堅決維護企業嘅正當合法權益。中方在巴拿马有关港口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相信你也注意到，有关企业已经发表了声明，表示将保留包括诉诸法律程序在内的法律技巧。中方将坚决维护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具備戰略地位嘅巴拿馬運河，處理全球大約5%嘅海上貿易量。官方統計話，舊年經巴拿馬轉運嘅貨櫃量大約38個俾兩個港口處理。長和子公司就喺1997年初開始特許經營兩個港口，到咗2021年續簽合約，經營權原定去到2047年。巴拿馬最高法院上個月底裁定，相關合約對長和集團帶嚟過度同唔成比例嘅利益，損害巴拿馬嘅財政收入。無線電視記者江宣梅報
包括加強我哋項目嘅支援同培訓，又鼓勵體育總會舉辦高級聯賽體育賽事。18蚊啊！呢隻好似有冇減過價？想食邊隻牌子？啲搞嘢，呢隻大嘅咧，啊，呢隻大嘅25蚊，呢隻牌子細嘅15蚊，呢隻10蚊，試試隻，呢隻啊，呢隻10蚊，呢隻幾多？呢隻25蚊，加埋係10蚊啦，10蚊一餐啱啱好啊！但係同一個牌子咧就15蚊就細喎。嗯。咁你買個呢個可以食得2餐咯，唔止喎，2罐半喎。但係同一個牌子，同一個牌子係15蚊喎，細喎。港鐵市區線嘅信號系統已經沿用近30年，荃灣線將會喺下個月15號凌晨非行車時間更換新系統，確定運作正常之後，頭班車將使用新系統行車。其實系統裏面咧係用咗無線電令到列車咧可以喺唔同區間嘅列車運作。比起現有我哋係用固定區間，其實係更加喺一方面咧，其實可以幾粒嘢？嗯。定係要芝士腸？冇，我要咩夠啦？你要咩㗎？我要嗰個。丁丁。係阿爸，芝士腸我話軟軟。芝士腸就要芝士腸。唔要，芝士腸唔食。就軟軟。係。軟幾粒？幾粒丸啊？嚇？嗯？幾粒啊？我講咗未啊？唔講就2粒咋？4粒啊？
會公佈